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Go》合法，我是明珠。今日来到新竹的一个新亚屋，听讲啊，一道边做得用菜地的食材融入到咖啡地度，变到创意咖啡哦，听起来就很有趣耶。听下看下来你看呐。Hello， 大哥你好。嗨，明珠你好。你在煮咖啡？是。听说你最近是不是把这边的在地食材放到咖啡里哦？是啊，我们一年都有很多的在地食材。那这个季节你放了什么东西进去？今天做的这杯呢，是用在地的无毒天然的香瓜。好，那趁着今天刚好有香瓜拿铁，对不对？是。我们就教观众朋友讲香瓜客家话好了。香瓜就是叫做香瓜。香瓜。待会这杯如果已经 OK 的话，我出去跟你一起来品尝看看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好。喝下去的时候真的有那种淡淡的香瓜的香气在里面呢，当然，而且它是那种自然的香气，不是太浓厚，是，可是可以找得到那个味觉的线索，就会依照季节性，然后有的蔬果，然后去做一个特别的食材的组合，对，跟咖啡去做一个组合，对，就像你今天喝到的这个香瓜拿铁是一样的。哦，季节限定的。是。今天呢，刚好要教观众朋友讲这个。有空，先来教观众朋友四线腔的有空的讲法，就是叫做有喊。有喊。而且呢，今天这句话要学的就是有空可以来喝咖啡，就是有喊做得来啉咖啡。有喊做得来啉咖啡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呢来到这个找这位大哥啊，他特别呢把在地的食材融入在咖啡里面，而且还要分享给所有他来到店里的客人是纯粹的咖啡，非常的欣赏他哦。重点是我们学到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香瓜，香瓜，香瓜。第二个呢就是有空，有喊，有喊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这句话就是有空可以来喝咖啡，有闲做得来啉咖啡，有闲做得来啉咖啡。有空的时候也去这个新瓦屋客家文化保留园区找大哥喝一杯咖啡吧。明天见喽，拜拜。